2026年4月19日復活期第3主日。福音，在擘餅時，門徒認出耶穌來。恭讀聖路加福音24章13節至35節。就在一周的第一天，耶穌的門徒中有2個人往一個村莊去，村名厄瑪烏，離耶路撒冷約60斯塔狄。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一切事。正談話討論的時候，耶穌親自走近他們，與他們同行。他們的眼睛卻被蒙蔽住了，以致認不出耶穌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走路，彼此談論的是些什麼事？他們就站住，面帶愁容。一個名叫克羅帕的回答耶穌說：在耶路撒冷作客的，獨有你不知道這幾天在哪裏所發生的事嗎？耶穌問他們說：什麼事？他們回答說：就是有關納匝肋人耶穌的事。他本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及眾百姓前行事說話都有權力。我們的司祭長及首領竟解送了他，判了他死罪，釘他在十字架上。我們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。可是此外還有，這些事發生到今天，已是第3天了。我們中有幾個婦女驚嚇了我們，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，沒有看見耶穌的遺體，回來說他們見了天使顯現，天使說耶穌復活了。我們中也有幾個到過墳墓那裏，所遇見的事如同婦女們所說的一樣，但是沒有看見耶穌。耶穌於是對他們說：唉，無知的人哪，為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，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。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，才進入他的光榮嗎？耶穌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，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。當他們走近他們要去的村莊時，耶穌裝作還要前行，他們強留他說：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，因為快到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耶穌就進去同他們住下。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候，就拿起餅來，祝福了，擘開，遞給他們。他們的眼睛開了，這才認出耶穌來。但耶穌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。他們就彼此說：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，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？他們於是立即動身，返回耶路撒冷，遇見那11位門徒及同他們一起的人，正聚在一起，彼此談論說：主真復活了，並顯現給西門。2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餅時，他們怎樣認出了耶穌，述說了一遍。上主的話。你們的心竟是這般熾熱，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，才進入他的光榮嗎？耶穌於是從美色記中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。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，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？
就像你在黑暗中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等到灯一亮，才发现原来是你最信任的人，一直在你身边。這段福音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基督徒經驗，在困惑中與主同行，即使未察覺，自藉聖言被光照，在聖體中真正遇見主，然後回去作見證，就像你在黑暗中聽到熟悉的聲音，等到燈一亮，才發現原來是你最信任的人一直在你身邊。天主，你既恢復了我們作你子女的尊榮，重振我們靈魂的青春活力，求你使你的子民常懷喜樂，以確切的希望，歡欣地期待肉身的復活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孟。